批改作文同短答題功課可以話係教書入邊最花時間嘅部分之一，要提供有意義又一致嘅回饋，其實好花心機，特別係要同時管理成個班同埋其他責任嘅時候。雖然有咗 AI 工具可以幫手批改，但係通常都要額外步驟，例如手動複製回框、調整答案，然後再發返俾學生。成件事其實佢想象中冇順暢，所以 EdCafe AI 就專為老師設計咗 Assignment Grader， 一個更聰明、更高效嘅解決方案。你只需要設定好你嘅評分標準，上載你嘅評分規則， Assignment Grader 就會自動幫你批改功課，仲會根據評分規則直接俾翻個人化佢回饋俾學生。而且咧，所有回饋都會集中儲存喺同一個地方，方便你追蹤，咁你就可以保持有條理，學生都可以輕鬆反思同進步。而家我哋一齊攞正一個屬於自己嘅 Assignment Grader 啦。第一步就係加翻你哋功課詳情。呢個步驟可以令學生知道佢哋交功課嘅時候要交啲咩，亦都會有相關指示，佢就可以諗到啦。以我哋呢個例子嚟講，我哋想學生交一段描述自己最中意季節嘅短文，並且要用至少2個描述性細節。之後呢，我哋可以加埋評分指引。呢個就係 AI 會跟住佢做嘅指引，佢哋就知道點樣去評分學生嘅作品。至於評分指引，我哋要指出佢唔清楚嘅句子，然後幫佢哋重寫令意思更清晰，跟住評分準則表去俾例子同分數。咁之後呢，你可以加埋你嘅評分準則表啦，呢個係可選嘅。如果你有嘅話，可以直接提交。如果佢哋話你可以留空呢一欄，我而家會打開我哋嘅評分準則表，然後我哋就會建立我哋嘅功課評分器。咁你可以俾個名嘅，咁你隨時都可以揾翻呢個評分器，而且佢會儲存咗 EdCafe 嘅資料庫入邊。之後你會見到一個快速預覽，咁我哋就可以開始咗即時回饋啦。咁如果你想根據學生佢提交嘅即時回饋，可以喺提交圖示，然後喺新增提交，你可以喺貼上文字或者上載學生交上嚟嘅文件。我哋而家就咁做呢個步驟。咁我會上載一篇學生寫咗季節段落，俾個名嗰個學生呢，然後 AI 就會自動產生回饋。你可以檢視呢啲回饋，睇下你嘅學生做得好嘅地方同埋佢哋需要改進嘅地方。你會見到佢唔清楚嘅句子已經好似我哋叫 AI 改善咁樣被重寫嘅，仲有根據我哋嘅評分標準俾出分數分解。喺呢度你隨時都可以編輯呢啲回饋，咁樣你就可以作出調整，然後再發俾學生。當你準備好要發俾學生嘅時候，你可以喺複製內容或者直接匯出，然後用嗰個方法發俾佢哋。其實仲有另一個方法可以俾學生收到佢哋嘅回饋。你都會見到我哋呢度有個指派按鈕，同埋 EdCafe 其他 AI 工具差唔多啦。學生可以掃呢個 QR code， 或者你可以複製呢條鏈接發俾佢哋，咁樣佢哋就可以自己進入作業頁面，然後自行提交佢哋嘅作品。所以喺呢度好似老師可以提交一樣，學生都可以上載咗佢哋嘅文件，或者直接貼上佢哋嘅內容。例如今次就係關於佢哋最中意季節嘅段落，之後我哋可以加個名，然後產生翻個回饋，學生會自動收到呢個回饋。如果你只係想學生即時收到回饋，而且唔需要再改嘅，咁呢個功能就好啱用。翻去老師嗰邊，你可以喺同一個地方檢視晒所有學生嘅提交，嚟到佢哋交功課嘅日期同時間，仲可以檢查學生如果自己提交嘅，佢哋收到咩回饋。如果你需要幫手睇下其他活動或者功課，可以試下用 EdCafe 嘅 AI 課堂規劃功能，幫你哋新主意，之後再整你哋功課評分器。